下来同玉美老师共下来做运动哦。接下来的运动是木竹，好木竹哦。乡亲朋友，养木竹会萌萌嘛？我知道动到湿湿，我知道白唔开嘛。那木竹人讲老花眼，好路就老木竹看唔到，好安尼不能对焦有动态的关系。故说哈，平常哈，大家我去跑步啦，我去做运动啦，我去公园散步啦，我做动态的运动。相信呢，乡亲朋友一听，唔是讲用心做那木竹运动，那木竹没有肌肉呢，没有肌肉呢，那个睫状肌哈，做爱接落去安尼运动。看电脑啦，3C 电脑看电视就按呢一个紫色，好看手机就会按呢一个紫色。故说一下呢，让木竹呢多方面的运动，你是按呢坐等，相出来看，一下呢，今日玉美老师要教本大家乡亲朋友哈，动葱腰，因为动葱腰，故说讲3遍，好，木竹运动哈，第一，你想象时间时钟呢，好有12点，好1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，好按呢绕圈圈，好有时钟呢可以去转圈圈，也有木竹呢先做顺时针的转，好，嗰张反时针的转，好，也听听，乡亲朋友听听玉美老师向下做眼球运动哦，坐张来哈，同样哈，你坐定的哈，唔好安尼哦，唔好安尼做，你安尼做呢，好弯腰驼背，那个膝哈就做唔得到木竹诶，你坐张来，好，坐张来，木竹打开啊，木竹打开来，好，第一，先看正前面，好，木竹向东方看12点的方向，好1点，好，那个眼睛的肌肉啊就会来到某不同方向，好2点钟的方向，3点钟的方向，4点，5点。乡亲朋友，同玉美老师看下做木竹啊，眼球运动啊，6点钟的方向向下，呀木竹可是动酸的呀，酸都吃到会掉眼泪用哎，这种酸哈就会强化那睫状肌，好木竹的眼球的肌肉，好7点钟的方向，好8点钟的方向来了，9点到来，头脑冇停通啊，头脑要落去固定好。好，张开始固定好额头嘛。好，10点钟的方向，11点的方向，12点的方向。好看前面啊，木竹按酸，眨眼。好，木竹濕啊。乡亲朋友當神喎，記得啦哈，你喺做眼球運動嘅時候，你按嚟做，頭腦按嚟向下做。好，你头脑向下停通，那个木竹的肌肉就来唔到按长，就做我们的运动都按沉。故说你刚开始冇习惯的时候，你去给固定到亚太阳穴按嚟坐张来下巴，好啊，有顺时针就要反时针呢，哎呀反时针哈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同玉美老师向下看11点的方向，好11点，因为有可能木竹我变到较紧哦。变到较太累哦，10点、9点，大家向下做哦，乡亲朋友加油哦！8点钟的方向，唔好浪费时间哦，坐就坐等你咩，看没看等你咩？啊，玉美老师做，玉美老师讲哦，玉美老师健康，啊，人家就做，人家就去甲讲，去甲健康哦，好冇做去甲金哦，好，5点钟的方向。好，那个数秒里面，你头脑固定的。好，4点钟、3点钟、2点钟、1点钟的方向，12点的转。好，转到前面，木竹绑太太，好，合起来，个绑太太，个合起来，好。假使呢，你头脑要停通来停通去，你按尼转的时候啊，你按尼焦距
没办法，好做到安准。英美老师还有秘密武器哦，懂得秘密武器。拿一支笔，好一支笔啦，一支一个东西，那个毛笔啦，你做迄毛笔的时候，唔可以用树枝头，用树枝头啊，讲树根桩啊，会疼痛。你是用英美老师用想到一个方法，好拿一支笔到前面，好然后木竹哈，看远呢，看远的点，看到咯，冇疼痛哦，好肩头不用向上。好，你就试着讲哦，看到想象讲你去阿里山哈，或者去个哪个景点啊，当好的风景看远，好慢慢的看全，乡亲朋友你知冇？看远跟看全那个焦距冇同样，你可以运动到那个木足的肌肉，好看远咯。好，慢慢的看全，乡亲朋友，同英美老师拿一支笔，向下走好嘛？好，带本木竹的金鸡嘛？好，慢慢的远方，好，全呢，远的全呢，按你训练咯。好，远的全呢好一些哈，头脑冇疼痛啊哈，不用右片，木竹按呢来过来，差点4年的木竹按呢来过来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好，头脑冇疼痛，做安尼去个头脑冇疼痛，木竹疼痛就好。好，停一下木竹当酸呢。好，慢慢的走到中间，同样咯，来到左边咯，乡亲朋友，你知冇？按简单的动作，迄个印度2000多年、1000多年、2000多年的文化。好，看到照片，丝木竹，安尼木竹非常的酸呢。你有做，你就第一感觉样诶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改刀哦，改刀哈，看到咯，右片，有木竹来过来嘛？也系木竹运动哦，动冲腰哦。好，慢慢的呼气，配合人吐气哦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弯片咯，也就是9点钟的方向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正中间。好，也就是有笔呢，不能提供木竹一样的转。你冇笔的话，好用树枝头，同样哦，乡亲朋友来用那个树枝头，冇准站。好，你这好棒哦，这个好棒，用压大拇指，好，这前面，好，右片，好，转来，左片。好，你按你转过来就冇按你效果的咩？你就按你抽张来，好，刚开始呢，你就可以，你可以固定一头呐，冇疼痛，好，木竹疼痛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前面，还前头诶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还前头诶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大家很喜欢，棒，很赞哈。那个按摩，你就接哈，你存两个大拇指哈，没可以挺通到两个大拇指的指关节运动。好，做好些转圈呢，顺时针，好，反时针，做好些呢，你就拇指插起来，撩一下，好，慢慢的打开来，打到动态。卡太，木竹，拔开了，拔到紧，好，慢慢的休息，好，改刀哦，拔开来，拔到动态，哦，安尼木竹就印了印紧的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把眼睛休息，好，乡亲朋友，平常哈，除了水木以外呢，那木竹就会拔开来的。好，有限，平常了些，好冇做广告时间呐，做木竹，好，轻轻的合起来，好，不用强松，老娘个眼球本去休息，好，还你除了做运动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动好的方法，按摩木竹，好，大家哈用那2只手指，好，不用到木竹前面，好，不用到那个木竹皮、眼皮跟下眼睑，好，轻轻的轻下去，好，慢慢的向顺方来到呀，好，来到呀太阳穴，好，揉一揉，按摩，好，
再来要改到安尼，好，慢慢的轻下去按摩，揉揉揉揉，来到呀，好，各位按摩按摩按摩，差不多做10多样诶，好，做10多样，好，安尼上眼皮、下眼皮做好以后呢，好，也个安尼大拇指的指关节动好用，不用动也个睛明穴、目足呀、眼窝呀，好，不用呀睛明穴，头呢低下来，好，安尼，好，用头拿个重量呢，哈，轻下去，安尼揉一揉，好，呀睛明穴揉一揉，好，慢慢的张转来，呀睛明穴哈，就是关呀跟目足的全部的神经气脉，哈，出睛明穴做两个眼眶呀，有嘛哈，目腔的呀，慢慢的听听的哈，揉一揉，按一按，揉一揉，按一按，对呀，下眼袋呀，慢慢的揉一揉，按一按，揉一揉，按一按，好，这些按呢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目足运动当健谈，唔过当重要。好，当然咯，手电看天师，做眼球转转，动一动，哈，那目足哈就会可以不能用到100岁，还可以眼睛闪闪发亮。好，也哈今日那个运动时间就到了，乡亲朋友要记得咯，当日做今日玉明老师搞的当健谈的动作哦。安子生，祝福大家。